第9章，重寫教科書，教學生質疑知識。10年前，如果你同艾琳·麥卡錫 Aaron McCarthy 講，佢會成為一名老師，佢實會笑到碌地。大學畢業嗰陣，教書係佢最唔想做嘅嘢。佢對歷史好有興趣，但覺得社會科悶到抽筋。不過，艾琳想揾方法，俾啲被忽略同遺忘嘅嘢注入新生命。於是，佢開始去博物館做嘢。冇幾耐，佢寫咗教師用嘅參考手冊，帶學校導賞團，仲搞埋互動企劃俾學生參與。佢發現校外教學見到嘅熱情喺好多課室都揾唔到，於是決定諗辦法改善。過去8年，艾琳喺密爾瓦基教社會科，佢嘅任務係培養學生對過去嘅好奇心，同埋激勵學生更新現代知識。2020年，佢獲選為威斯康辛州年度教師。有一日，一個8年級學生投訴話，歷史教科書嘅閱讀作業有錯。如果你係老師，呢種評語可能係噩夢。用過時教科書代表你唔熟教材。如果學生比你更早發現錯誤，真係好瘀。但係艾琳係特登派呢份閱讀作業。佢收集舊歷史書，因為佢想睇下我哋講嘅故事點樣隨時間改變。於是佢決定俾學生睇一本1940年代教科書嘅部分內容。有啲學生照單全收。經過多年教育，佢哋已經習慣性認為教科書講嘅都係事實。其他學生就對書中嘅錯誤同遺漏好震驚。佢哋根深蒂固咁認為讀物入面嘅嘢都係無可爭議嘅事實。呢個教訓令佢哋開始好似科學家咁思考，質疑學習內容。邊個嘅故事被包括，邊個嘅故事被排除？如果只得一兩個觀點，咁仲留咗啲咩？艾琳俾學生睇到知識係可以進化之後，下一步係令佢哋知道知識永遠喺度進化。為咗設計西部擴張單元，佢自己寫教科書章節，描述而家中學生嘅樣，但所有主角都係女性，所有代名詞都用女仔。第一年用呢份教材時，有個學生舉手話點解冇男仔？其實有個男仔，艾琳答，男仔周圍都係，只係佢哋冇做過咩重要嘅嘢。個學生即刻明晒，佢突然明白成個群體幾百年嚟被邊緣化係咩感覺。喺艾琳嘅功課入面，我最中意最後一份。作為探究式學習嘅愛好者，佢要8年級學生做自主研究，進行審視、調查、質問同詮釋。佢哋嘅主動學習最後要完成團體計劃，同教科書揀一章，選一段有興趣嘅時期，同一個佢哋認為表達不足嘅歷史主題，然後改寫。有一組揀公民權篇，因為內容冇提到1940年代初嘅原始華盛頓大遊行，雖然最後取消咗，但啟發咗馬丁羅路德萊金20年後搞嘅歷史性大遊行。其他組修改二戰篇，加入西班牙裔步兵團同為美軍作戰嘅第2代日本人。呢個係令人震驚嘅覺醒時刻。艾琳同我講，就算你唔係專業教師，都可能教過人，無論係以父母、導師、朋友定同事身份。事實上，每次我哋幫人重新思考，都係某種形式嘅教育。無論喺課室定會議室、辦公室定廚房餐台，都有方法令重新思考成為我哋教乜同點教嘅核心。我哋太着重傳授知識同建立自信，但好多老師冇盡力鼓勵學生質疑自己同他人。為咗點樣改變呢種心態，我追蹤一啲出色教育家，佢哋透過培養知識謙卑、散播懷疑同好奇心嚟促進重新思考循環。我亦透過將自己課室變成生活實驗室，測試自己嘅諗法。中斷學習。回顧我早期教育，最大失望之一係從來冇完整體驗過科學最大嘅劇變。早喺我對宇宙好奇之前，幼稚園老師已經開始揭開佢神秘面紗。我成日諗，如果我到青少年先第一次知道地球唔係靜止嘅扁平圓盤，而係旋轉移動嘅球體，會有咩感覺？我希望我會震驚，然後好快由唔信變成好奇，最後係發現嘅敬畏同諗錯嘅喜悅。我估呢個會俾我上一堂改變一生嘅自信謙卑課。如果我對腳下嘅認知錯得咁離譜，咁仲有幾多所謂？事實其實係有問題。當然，我知道早期世代嘅人搞錯咗，但知道人哋錯同自己學識唔好信邊啲嘢，
有好大分別。我明白呢個諗法實驗好唔實際，要對細路隱瞞聖誕老人同牙仙子已經夠難，就算成功延遲佢哋嘅發現都有風險。有啲學生會捉住同凍結組學嘅嘢，陷入過度自信循環，對錯誤知識感到驕傲而加深信念，最後因為確認同期許偏誤而確認事實。到你發現嘅時候，可能成個國家都係地平說者。證據顯示，如果小學時期冇糾正錯誤科學觀念，之後會越嚟越難改。學習反直覺科學觀念，好似學第二語言咁。心理學家黛博拉·台海爾曼 Deborah Kellerman 寫道，拖得越來越難，幾乎冇可能靠零碎指示同偶然練習完成。呢個就係細路真正需要嘅，經常練習反學習，特別係因果運作機制。喺歷史教育範疇，有股運動興起，問冇單一正確答案嘅問題。史丹佛研發嘅課程入邊，高中生被鼓勵嚴格檢視美西戰爭真正原因，羅斯福新政係咪成功，同蒙哥馬利公車杯葛點解係分水嶺。有啲老師仲要學生訪問佢哋唔同意嘅人，重點唔喺諗法正確，而係培養思考唔同觀點同有效辯論嘅能力。唔代表所有闡述都正當有效。當大屠殺幸存者嘅仔女嚟到艾琳麥卡錫課室，佢同學生講，有啲人否認大屠殺存在，然後教佢哋檢視證據，反駁錯誤說法。呢個係擴大行動，教細路用事實查核方式思考。準則包括：一、質問資訊而唔係照單全收；二、唔好用級別同普及度代替可信度；三、明白資訊傳播者通常唔係來源。呢啲原則喺課室外好珍貴。喺我哋屋企晚餐海，有時會討論破除迷思。我同太太會分享我哋點樣學到冥王星係行星，而家唔係啦。同哥倫布發現美洲，從來都唔係真。我哋嘅仔女教我哋，法老王圖坦卡門唔係死於馬車意外，仲好開心解釋樹懶放屁時，氣體係從口而唔係屁股出。重新思考需要成為固定習慣。可惜傳統教育方式唔總係容許學生養成呢個習慣。驚嚇效應。物理課第12周，你可以同一位評價極高嘅新講師上2堂，學靜力平衡同流體。第一堂靜力學用講座形式，第2堂流體用主動學習。我一位室友同另一位受歡迎講師上課，但教法完全相反。靜力學用主動學習，流體用講座。兩個案例教學內容同講義完全一樣，唯一唔同係教法。講座時，講師用幻燈片解釋、示範同解決樣本問題，你喺講義寫筆記。主動學習課講師唔處理範例問題，而係要學生小組自行解決。講師行嚟行去提問俾提示，然後先同全班演練解答。最後你要填問卷。喺呢場實驗入面，主題唔係重點，係教法塑造咗你嘅體驗。我本來以為主動學習會贏，但數據顯示，當用講座形式教書嗰陣，你同你嘅 roommate 喺呢科都會覺得更加開心。你仲會覺得用講座教書嘅講師效率更高，而且你更大機會會話，希望所有物理堂都係咁教。諗真啲，生動講課嘅吸引力其實唔出奇。幾代人以嚟，大家都好欣賞語言嘅力量，好似詩人 Maya Angelou、政治家約翰甘迺迪同列根、牧師馬丁路德金，仲有老師費曼等等。而家我哋生活喺精彩演講嘅黃金時代，出色嘅演講者透過唔同平台吸引同教育大眾，影響力前所未有。以前創作者只可以喺細社群分享佢哋嘅方法，而家佢哋喺 YouTube 同 Instagram 嘅訂閱人數多到可以組成一個細國家。牧師以前只可以喺教堂向幾百人講道，而家可以透過網絡向幾十萬人講。教授以前教嘅班細到可以逐個學生指導，而家可以透過網上教學向幾百萬人播課。好明顯，呢啲講座又得意又有教育意義。問題係佢哋係咪教學嘅理想方式？喺嗰個物理實驗度，學生要考試評估佢哋學到幾多靜力學同流體知識。雖然佢哋鍾意講座多啲，但其實佢哋從互動學習課程學到更多知識同技能。因為要付出更多努力，所以冇咁好玩，但理解得更深入。好長一段時間，
我以為我哋開心嗰陣會學得更多，但呢個研究話我知我錯咗，仲令我諗起我最中意嘅物理老師。雖然佢俾我哋喺堂上打乒乓波好出名，但就冇令我哋記住咩叫摩擦係數。主動學習嘅影響遠超物理概念理解。有項整合分析比較講座同主動學習對學生掌握教材嘅效果，收集咗225項研究，涉及 STEM 學科超過46000名大學生。主動學習方法包括小組解題、工作紙同個別指導。平均嚟講，傳統講座學生嘅分數比主動學習學生低半級，而且佢哋唔合格嘅機會率高一啲55倍。研究者估計，如果講座堂上唔合格嘅學生參加主動學習課程，可以慳返350萬美元學費。好易明點解悶嘅講座會失敗，但就算最精彩嘅講座，都可能因為一個唔明顯但更令人擔心嘅原因而達唔到目標。講座唔係為咗提供對話或唔同意見而設計，佢係要將學生變成被動接收資訊嘅人，而唔係主動思考者。喺上面嘅整合分析度，講座喺糾正已知錯誤觀念、引導學生重新思考時特別冇效。實驗顯示，當講者傳遞激勵人心嘅信息時，觀眾會冇咁仔細檢查教材，而且會忘記更多內容，就算佢哋話自己記得大部分。社會科學家叫呢種現象做敬畏效應，但我覺得叫驚嚇效應更貼切。老師通常會宣揚新思想，但好少教我哋點樣自己思考。周到嘅講師可能會檢討唔正確嘅論述，話我哋應該點諗，但佢哋未必會教我哋點樣重新思考前進。有魅力嘅講者可以用政治手法迷惑我哋會跟隨佢哋，得到佢哋認同或加入佢哋嘅群組。但我哋應該係被論述嘅本質說服，而唔係包裝嘅華麗外表。我要講清楚，我唔係建議取消所有講座。我好鍾意睇 TED 演講，仲學識享受演講嘅樂趣。出色嘅講座第一次激發我對做老師嘅好奇心，而且我唔反對喺自己班度做啲講座。我只係覺得問題係中學同高等教育度，講座仍然係主要教學方法。好快就會有針對呢個主題嘅講座出現。喺北美大學，超過一半 STEM 教授至少用80%時間講課，只有1/4會加少少互動，唔夠1/5會帶入主動學習，真正用學生為主嘅教學法。中學似乎有一半老師用大部分或者全部時間講課。講座唔係永遠係最好嘅學習方式，佢唔能夠令學生變成終身學習者。如果你喺學校所有時間都用嚟接收資訊，從來冇機會提出質疑，你就發展唔到呢世需要嘅重新思考工具。重複唔能夠承受之輕。我好後悔大學冇上到 Robert Nozick 教授嘅一堂課。多謝22世紀殺人網絡呢套戲，佢有個諗法好出名。1970年代 Nozick 提出一個思想實驗，睇客人會唔會選擇進入體驗機器。佢會提供無窮樂趣，但會將佢哋從真實生活移除。喺佢課堂上 Nozick 創造咗佢嘅體驗機器版本。佢堅持每年教新班。我透過我教嘅課程進行思考。佢話 Nozick 教過一門關於真理嘅課，一門哲學與神經科學課，第3門係蘇格拉底、佛陀同耶穌，第4門係思考關於思考，第5門係俄國革命。40年教學生涯中，佢只有一門課教過第2次，主題係美好人生，呈現一個絕對完美又可行嘅觀點，帶俾學生嘅感受唔同於喺哲學課堂上初次接觸嘅內容。睇佢點樣發生同埋理解進行嘅過程。佢解釋，可惜嘅係我仲未嚟得及上佢堂，佢就因為癌症過身。我覺得 Nozick 嘅方法好激勵人心，因為佢唔滿足於學生只係從佢身上學習。佢想佢哋同佢一齊學習。每次佢挑戰一個新主題，就有機會重新思考佢對呢個主題嘅現有觀點。佢係一個卓越非凡嘅榜樣，改變我哋熟悉嘅教學同學習方法。我開始教書嘅時候，就想用佢嘅一啲原則。我冇打算俾學生承受1學期嘅草率諗法，所以我定咗個基準。我目標每年刪走20%教材，換新內容。如果我每年都進行全新思考，我哋就可以一齊開始重新思考。但喺呢80%教材上，
我發現自己失敗咗。我教大3同大4學生一門為期1學期嘅組織行為學。當我提出證據時，我冇俾空間佢哋重新思考。經過多年努力解決呢個問題之後，我開始明白，我可以設計一份新功課，教重新思考。我安排學生分組合作，錄製自己嘅迷你 podcast 或者迷你 TED 演講。佢哋嘅任務係質疑一個廣為流傳嘅慣例，支持一個違反傳統智慧嘅諗法，或者挑戰課堂上施行嘅原則。喺佢哋開始呢個計劃時，我發現一個令人驚訝嘅模式。遇到最多障礙嘅學生係全 A 學生，完美主義者。結果，完美主義者雖然比同學更可能喺學業大獲全勝，但工作上嘅表現唔比同事更好。呢個結果同證據顯示，喺廣泛行業中，成績唔係工作表現嘅有力預測指標。喺學校想攞好成績，通常需要精通舊有思考方式，但建立有影響力嘅事業就需要新思考方式。一項針對高成就建築師嘅研究顯示，最具創意嗰啲人畢業成績平均係 B， 攞全 A 嘅人堅決唔肯犯錯，以至於佢哋經常唔願意冒險重新思考正統理論。針對班上名列前茅學生嘅研究都出現類似模式。畢業生代表好少成為未來夢想家。教育研究者 Karen Arnold 話，佢哋通常融入體系，而唔係改變佢。呢個就係我喺我嘅全 A 學生身上見到嘅。佢哋驚出錯，為咗俾佢哋強烈動機去冒險，我出咗份佔總成績20%嘅功課。我改咗規則，而家佢哋獲得獎勵嘅方法係重新思考，而唔係照本宣科。我唔確定呢種動機係咪得，直到我睇咗3個全 A 學生嘅功課。佢哋嘅迷你 TED 演講主題係 TED 演講嘅問題，指出強化短期注意力嘅風險，同埋將外表光鮮置於深入見解之上。佢哋嘅報告咁認真又有趣，我播俾全班睇。如果你哋有勇氣對抗油腔滑調又滔滔不絕嘅答辯方式，佢哋面無表情面對我哋嘅大笑。咁而家就停睇呢段片，做啲真正研究，好似我哋咁。由嗰陣開始，我就喺呢科度固定出呢份功課。第2年，我諗住再進一步重新諗過課程嘅內容同編排。喺典型3個鐘嘅課堂入邊，我講課時間唔會超過20到30分鐘，其他時間都係主動學習。學生要喺模擬情景做決定，用角色扮演嚟協商，然後我哋聽報告、討論、辯論，最後解決問題。我嘅錯誤係將課程大綱當成正式合約，9月份定好之後就唔改。我決定係時候要改變呢種做法，邀請學生一齊重新思考課程嘅部分結構。喺下一份課程大綱，我特登留空一堂課。學期過咗一半，我請學生分組討論，諗下點樣利用呢堂冇規劃嘅課。然後佢哋投票決定。最受歡迎嘅諗法係嚟自羅倫麥肯 （Lauren McCann）。佢提出一個好有創意嘅方法，等學生明白重新思考係一項有用嘅技能，而且佢哋已經喺大學用緊。佢請同學寫信俾當年嘅 freshman 自己，內容係佢哋希望早啲知道嘅嘢。有學生叫年輕嘅自己對唔同主修保持開放態度，唔好揀最唔疑惑嘅科目。有人希望自己唔好咁執着成績，多啲關注人際關係。仲有人想探索唔同職業可能性，唔好太快鎖定最高薪或者最有聲望嘅工作。羅倫收集咗幾十封同學寫嘅信，放上親愛嘅賓大 Freshman 網站。24個鐘頭內，個網站就有過萬人次瀏覽。仲有6間學校開咗自己嘅網站，幫學生重新思考學業、社交同職業選擇。呢個練習仲延伸到課室外，無論係第一份工、第2段婚姻定第3個小朋友，我哋都可以停低問客人，佢哋經歷之前希望知道啲乜，經歷過之後，我哋可以分享應該要重新思考嘅部分。我哋一再見到最好嘅學習方法就係教學，直到俾學生設計1日課程，我先真正明白佢哋有幾需要互相教導同教我。佢哋重新思考嘅唔單止係學到嘅嘢，仲有可以向邊個學習。第2年，班上學生最中意嘅諗法令重新思考過程更進一步。學生主辦1日熱情演講，
題目係任何人都可以教班上同學關於佢鍾意嘅嘢。我哋學識表演 beatbox，設計融入大自然嘅建築，打造更少過敏嘅世界。由嗰時起，分享熱情成為課堂參與嘅一部分。所有學生都會做熱情演講，當做自我介紹。年復一年，佢哋話咁樣令課堂更有好奇心，等佢哋好想吸收每位同學嘅見解。草圖工人、工藝大師。當我請教幾位教育界先驅，問佢哋遇過最好嘅重新思考老師時，不斷聽到同一個名：朗恩台伯格 （Ron Berger）。如果你請朗恩食飯，佢係會留意到你張凳壞咗，問你有冇工具，然後即刻整好嘅人。佢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喺麻省鄉下做公立小學老師。佢嘅護士、水喉匠同消防員都係以前嘅學生。夏天同週末，佢仲會做木工。朗恩一生致力教學生卓越嘅倫理，喺佢經驗中，精通一門工藝在於不斷重新修正諗法。手作技藝係佢課室哲學基礎。朗恩要學生體驗發現嘅樂趣，所以唔會一開始就教佢哋累積知識。學年開始時，佢會俾啲難題，佢哋即係要分段解決嘅問題。方法係思考配對分享，學生先自己諗，再分組更新概念，然後向全班呈現諗法，最後一齊解決問題。例如，朗恩唔會直接教動物分類法，而係等佢哋研究自己嘅分類。有學生按動物行路、游水定非離分，有按顏色、大細或食物分。課程目的係等學生知道，科學家總有好多選擇，佢哋嘅思考框架雖然某啲方面有用，但某啲方面會變得武斷。學生遇到複雜問題嘅時候，經常困惑，老師本能想快啲解救佢哋，等佢哋唔會迷失或無能。但心理學家發現，開啟思維嘅特點係用好奇同興趣回應困惑。有個學生講得好：我需要時間解決困惑。困惑可能提示有新領域要探索，或者新拼圖要完成。朗恩唔滿足於教消除困惑嘅課，佢要學生擁抱困惑。佢嘅願景係要佢哋成為自己學習嘅領導者，好似上 DIY 工藝課咁。佢鼓勵學生思考嘅時候要似小科學家，識別問題，提出假設，自己設計實驗測試。6年級學生去社區檢驗住家代器，3年級學生畫兩棲動物棲息地地圖，1年級學生照顧蝸牛，試驗超過140種佢哋鍾意嘅食物，同埋佢哋鍾意熱定凍、陰暗定光亮、潮濕定乾燥。喺建築同工程課，朗恩要學生畫房屋藍圖。當佢要求至少畫4種唔同草圖時，其他老師提醒佢，細個學生可能會氣餒。朗恩唔同意，佢已經喺幼稚園同1年級美術課測試過呢個概念。佢唔係叫佢哋畫一間屋，而係話我哋要畫4種唔同版本嘅屋草圖。有學生唔止畫4張，好多人最後畫8或10張草圖。學生有同學支持網絡，互相打氣。高品質意味住重新思考，重新做同樣式。朗恩話，佢哋重新做時需要覺得被讚美，而唔係被嘲笑勞碌。如果我唔俾佢哋畫超過1個版本，佢哋好快就會抱怨。朗恩想教學生根據他人意見修改諗法，於是將課室變成挑戰網絡。每週，有時每日，全班會有評論課。一種模式係畫廊評論。朗恩展示每人作品，等學生行來行去觀察，討論邊啲優秀同點解。呢個方法唔只用於美術同科學計劃，寫作作業都要評論句子或者段落。另一種模式係深度評論。全班用一堂課專注某位學生或者小組作品，作者會講目標同需要幫助嘅地方，然後朗恩引導全班討論優點同改進部分。佢鼓勵學生要明確同寬容評論作品，而非作者，教佢哋避免說教同控訴，因為係分享客觀睇法，唔係主觀評價。應該講我認為，而非呢個唔好。請佢哋展現謙遜同好奇心，將建議包裝成問題，例如我想聽下點解落樓，你有冇考慮過呢份？呢項課程唔止評論作品，佢哋每日都會討論卓越係咩樣。
每項新計劃都會更新標準，除咗重新思考自己作品，仲學習持續重新思考標準。為咗幫佢哋進一步發展標準，朗恩定期請專家、本地建築師同科學家會嚟提供意見。班上學生會將佢哋嘅原則同詞彙融入未來討論。升上中學同高中後，經常有舊生返朗恩班房，要求評論佢哋作品。認識朗恩海伯格之後，我忍唔住希望上過佢堂，唔係因為我冇遇過出色老師，而係因為我冇榮幸加入一個有佢呢種文化嘅課室，入邊有一班認真質疑自己同彼此嘅學生。而家朗恩將時間用喺演講、寫作，為哈佛老師教課同做學校顧問。佢係教育學院 L Education 首席學術官，致力重新想象教學同學習點樣喺學校進行。朗恩同同事直接同150間學校合作，研發俾幾百萬學生用嘅課程。佢哋喺愛達荷州有間學校，有個叫奧斯丁嘅學生被分配去畫一張科學上正確嘅蝴蝶圖。呢個係佢嘅第一張草圖。奧斯丁嘅同學組成咗個評論小組，佢哋俾咗2次建議，叫佢改下對翼嘅形狀，跟住佢就畫出第2同第3張草圖。評論小組指出對翼唔對稱，而且又變圓咗，但奧斯丁冇因此而氣餒。喺佢下一張修訂版度，小組鼓勵佢喺對翼度加啲圖案。最後一張草圖，奧斯丁準備要上色。當朗恩將完成品攞俾成班緬因州嘅小學生睇時，佢哋見到佢嘅進步同埋最後成品，都驚訝到倒抽一口氣。我都倒抽一口氣，因為奧斯丁畫呢啲圖嗰陣仲係讀緊1年級，見到個6歲嘅小朋友經歷咁樣嘅蛻變，令我再次諗起小朋友可以幾快適應、重新思考同修改。由嗰陣開始，我就鼓勵我嘅小朋友為佢哋嘅畫畫多幾張草圖。當佢哋興奮咁睇住自己第1張草圖掛喺牆上，佢哋見到自己第4份草圖嗰陣會更加自豪。我哋冇幾多人有咁好彩可以同朗恩台伯格學畫蝴蝶，或者好似艾林海麥卡錫咁重寫教科書。不過我哋都有機會好似佢哋咁去教人。無論我哋教緊邊個，我哋都可以表現得更加謙虛，散發更多好奇心，同埋俾我哋生命中嘅小朋友認識到發現嘅樂趣係會傳染㗎。我相信好嘅老師會帶嚟新嘅思想，但偉大嘅老師會帶嚟新嘅思考方式。吸收老師嘅知識或者可以幫我哋解決當日嘅挑戰，但係理解老師點樣思考就可以幫我哋應付一生嘅挑戰。講到底，教育唔只係喺我哋個腦度累積資訊，而係喺我哋持續修改草圖時培養出嘅習慣，同埋為我哋建立持續學習嘅技能。